了的？没事吧，老爷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我祖母遇刺那日，你怎么知道我去皇宫？你又为何执意搜查宁寿府？你到底在书房对我祖母做了什么？回答我！花花，若我祖母的事和你有半分关系，我定不会放过你。花花，陈安伯，我姐说了，她不想理你。这大早上的，我当是什么东西这么亮呢？原来是我姐在发光啊！姐，别说弟弟不疼你啊。绝密小道第一手消息，京城飞仙楼里来了一个头牌说书先生，舌灿莲花，口若悬河，哇，那故事说的那叫一个精彩啊！怎么样，跟弟弟一起去品一品？从小你就被我欺负，长这么大真是辛苦你了。你去拿我的钱听说书吧。谢谢你啊，白恒。花花，既然姑母在临走前把你们的婚事托付给朕，那就由朕来主持。陛下，臣女今日前来，便是来拒婚的。什么？祖母在世时，花花未尽孝道，自请为祖母守灵。至于婚事，花花对程安伯毫无此念。花花，还望陛下成全。花花，你从小就金尊玉贵，守灵何其凄苦，你哪受得住啊？只要是为了祖母，花花什么都受得住。既然花花一片孝心，那这婚事就日后再说吧。谢陛下。皇上，臣也告退了。